再来看政治评论员文龙东质疑讲，国民党立委李干秀1202年中州科技大厦人口贩运案，李干秀讲要提告，文龙东今仔嘛去北检控告李干秀涉犯多例罪，嘛呼吁讲伊着爱公开当初召开协调会的会议记录。李干秀是讲因拢在乌白指控。 要不要帮那委员补写一下？我们一直非常愿意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到三港加油，国民党立委李干秀最近唔来加入美国绑山政机，佮别人质疑涉及中州科大的人口贩运案，甲政治评论员文朗东互呛。12透早，文朗东到北检告发李干秀涉犯多例罪，呼吁公开当初中州科大协调会的会议记录。因为在2019年8月14号下午3点，在立法院楼下。 2119号的这个办公室当中，李延秀办公室陪同目前已经被定罪的中州科大以及相关的这些业者，就在那边召开协调会，也找了外交部非洲司来讨论签证的事宜。从这个案子从原本的完全搁置，到最后放行李延秀所召开的协调会。 到底它实际上的内容是什么？为什么会让外交部的反应180度大转弯？中州科大退场进程涉嫌送礼乌西摒招乌干达学生，文朗东认为应该重启调查李干秀在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。不过李干秀强调，为反映判决甲外交部说明拢正清楚，伊的办公室职员是用证人的身份作证，甲中州科大违法造成拢无关系。不断的用不实的指控、影射、抹黑燕秀。 影响公众的利益，伤害我个人的名誉。燕秀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收集事证，对温朗东提出告诉。外交部及各驻外管处均依据外国护照签证条例与国际惯例，针对申请个案当事人的背景、访台目的以及所持证件真伪等资料进行审查，并基于依法行政原则进行准驳。 对中州科大2022年摒出乌干达留学生伫台湾非法工作的案件，外交部也表示，核准来台外籍人士拢应该做甲签证目的同款的活动，佮遵守台湾的法律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